兄弟姊妹，伫遮先祝福兄弟姊妹新的一年蒙主的恩典充满你当中，阿妹吗？2026年吼，我毋知你即句话你安怎想啦吼。那新的一年吼，即个一开始吼，有人甲我问啦，讲牧师，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个囡仔吼，夏天吼生。是安怎冬天过生日啦？讲奇怪，夏天生哪会冬天过生日？伊讲你知影无？我讲我毋知影。伊讲我甲你讲，伊的妈妈叫做夏天啦，听有无？妈妈夏天啦，我即只啊！我请即个题目的时阵嘛是甲考大家啊。这到底是要安怎去想啊？2026年活得有神啊！是安怎2026年咱活得有神？这代志要哪翻吼？闽南语要哪翻啊？讲封神嘛，敢若有真无法道理。但封神意思，敢若看即个人真封神是敢若较骄傲的意思啦，吼。但是咱若讲即个人活了讲吼，满面春风，安尼好毋好？满面春风，即个人真有精神哦！2026年真有精神。安尼，我问恁兄弟姊妹，你最近过了好无？敢若一两个好，剩个拢真忝的款。下晡拢伫遮讲哦，牧师今年吼，旧年活了真忝的，今年佫继续新的佫来会忝哦。其实坦白讲，是啦，咱新的一年是毋是会当活了讲？咱敢若讲吼，满面春风。我想大家拢会望讲，咱会当活了满面春风啦。所以即句话意思讲，活得有神是讲，咱活了真有气力，活了真欢喜，互人看到咱讲，你即个人，有上帝同在吼，你即个人看起来精神你精神足好诶，足有气力，像即个喜用兄安尼足有气力，走马拉松这我都足较欣赏，我这足够诶。咱是毋是有法度？这新的一年？有时阵，咱就是讲新的一年逐年嘛安尼咧过。今年咧，毋知你有想过，你今年要安怎过？还是讲主啊，今年你要安怎带我来过咧？其实咱会当对2025年行到2026年，咱是一定有福气的啦。因为我知影，我昨进前有听到我捌听到一寡少年人，差不多20通岁尔。你圣诞节迄个当中。因为临时破病，还是因为出一寡代志就无伫啊啦。意思讲，咱伫2026年，上帝互咱恩典对2025来行到2026，咱爱了解讲，上帝今仔互咱有活命。你2026年的时阵，一定是要互咱来经验伊，互咱伫世间的当中，会当照伊讲的，咱会当愈活愈丰盛的一年。不但咱得到，而且照着咱，会当。互即个新的一年知影讲，哇！你即个人活了，你上帝恩典当中是真正水啦。所以而且大家牧师而且要甲大家互相来鼓励，讲今仔日咱新的一年的主日，咱毋是干那讲，咱互相来恭喜大家新年喜乐平安。咱会当有一个望讲，今年你上帝甲咱引带。虽然咱过去2025年无一定有真济亚神也好，还是疲劳也好，你新的一年，咱会当无共款无？咱是毋是会当无共款？咱新的一年旧年已经过去啊，但新的一年，你是有啥物？你主内底愿望也无？咱伫圣经常常咧读讲，咱今仔日所存在有啥物代志？有相信，有愿望，还佫有主的疼。今仔日咱坐伫遮。咱来了解，咱有主的疼，互咱今仔日第一个主日，咱坐伫遮，要来领受上帝，要来带领，讲新的一年，上帝要带咱来经验超过咱所思所想，咱这一年的脚步，会当来经验伊的恩典。当然，这新的一年你毋知会发生啥物代志。咱也像最近看到迄个美国总统，哇！我看一嘛惊一个，你有看到无？迄真厉害，那个飞机边人刚掠咧，人咧困咧掠咧，人个走去美国，惊死人！迄真恐怖诶！迄代志啥物发生，你袂伫了解。所以咱新的一年的路，咱袂了解。毋过咱会当了解上帝，今仔日照着今仔日的话要甲咱讲，你讲2025年你有忝无？
可能有啦吼。若无感谢主，新的一年你会当活更较好，更较丰盛。你若忝，咱的上主要甲咱鼓励讲，新的一年你会当活出迄个有即个满面春风也好，也有精神也好，也有气力也好，也有讲人看到你的身躯当中有上帝同在迄个阳光。我想这是真水的一项代志。也是我相信，也是主要赏赐予每一个人。咱今仔日坐咧遮，咱要继续来行头前2026年的时间的时阵，我相信这是真好，互咱有一个愿望，上帝要安怎赐予咱。所以大家拢会安尼想啦，但是我要安怎过？我嘛愿望安尼啊，但是我要安怎过？可能你会讲我的身躯嘛愈来敢若愈较若老嘛，咱对遮嘛有咧想一年每一个过，年岁渐渐老。毋过年岁老，咱的心无老啊。因为咱的心知影有上帝伫的时阵，咱的心是活泼的嘛。我相信大家拢愿意安尼嘛，大家希望新的一年无论是少年囡仔，还是年岁较大的咱的时大长辈嘛，愿望会当健康平安来过日子才对。但是咱要哪过？咱要哪过？咱要哪过？所以其实今仔日你讲的时阵你看这个经文的时阵，迄当初的背景就是当初这个以色列国分南北，了拢用家破国亡嘛，意思讲厝也无国家嘛无去拢用掠去做奴隶去伊遮的一寡人会咧怨叹嘛，怨叹讲哎哟，这个上帝我常常甲你祈祷，有时阵你敢若无你阮的当中呢？你敢若无听我咧祈祷呢？你难免心情会感觉讲，哎呀，上帝，今年你敢有要继续带我行头前的路？有时阵你会感觉讲，迄个感觉上帝无声音的伫咱的当中。所以咱今仔日一定有一寡遮的人，一定有一寡遮的人，亲像当初共款。当初遐以色列人也好，伊的心肝嘛是安尼呢。伊的心肝嘛是安尼呢。伊讲这上帝你倒，你拢毋知我的委屈吗？你拢毋知我的痛苦吗？迄是当初嘛是信主的人，毋是敢若无信主的人。今仔日咱信主行做基督徒，咱咧行头前的道路，咱嘛会拄到这，咱嘛是拄到一寡上帝你。真正伫阮当中吗？你真正要赐予我会当活出迄个春风满面吗？你要赐予我会当活出迄个有上帝同在迄个气力吗？我安怎会当得到这？你敢真正有伫阮的身躯边？我相信做每一个基督徒拢难免会拄到这个代志，难免一定拄到这个代志。所以今仔日咱借着这段经文，咱互相来勉励，上帝你新的一年要安怎来带咱行头前的道路。咱今仔要活掉时，咱爱有一样代志，咱爱把握，相信。你知影人活掉，你若无相信，你真歹，你生活当中，你真歹对。所以咱圣经里讲，今仔日所存在有相信，有愿望，有疼，但是咱圣经里讲，通大是迄个疼。是我上大是迄个疼，因为咱有迄个上帝来疼，咱才有法度去相信上帝。咱永远都看袂到，疼你嘛看袂到，相信你嘛看袂到，愿望你嘛看袂到。但是咱世间里活咱人，其实这三项代志足重要，足重要。因为有这个疼，上帝的疼伫咱当中，上帝先疼咱，所以咱相信上帝的疼，咱才有这个相信，会当行入这个所有的稳定的当中嘛，所以咱咧相信的当中，咱徛咧稳定的当中，咱会当欢欢喜喜愿望嘛。所以你若无相信，你就真歹愿望啊。当然，你会使相信世间真侪代志，大家对遮你想嘛，世间代志无论荣华富贵，一声久就可能无去啊咧。毋过上帝的疼永远拢伫的，所以为什么迄个疼通大？所以咱今仔一定伫稳定的疼当中，咱爱第一步，咱咧活出。会当春风满面也好，活出有这个精神也好，是因为咱相信看袂到上帝，永远拢伫咱的身躯边。无论咱困也好，咱出入也好，上帝拢看顾咱，伊保庇咱。所以咱第一项，咱活出这个有这个信心的时阵，上帝互咱是咱自然就无共款。
所以无论你今仔日拄到啥物代志，咱第一项，咱爱先相信讲上帝你听我。虽然真侪代志我无一定了解，毋过你一直按照你的信息，按照你的听，你会保护我。无论有时我困，还是我醒起来，你拢会甲我做伙。虽然有时阵哦，人会感觉就是安尼。敢有影？敢有影？哦，今仔日嘛是讲，迄人嘛是共款啦，迄当初的基督徒嘛共款啦，讲，上帝你若伫的时候，哪会发生即落代志？哪会国家好，厝也好，会破甲即形？啊，阮敢若做奴隶去互掠去？啊，主你伫倒？其实咱咧生活当中，你咧做头路当中，也是你厝诶当中，也是咱年会当中，较大时咱身躯无爽快当中，咱拢会想讲主啊，我甲你祈祷，我来阁继续感觉敢若你敢若无听我诶祈祷。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拢会讲的代志，所以咱有当时会感觉讲，主啊，我的道路，奇怪，敢若看袂清楚啦，袂分明啦。主，你敢有伫的？所以以色列百姓，你讲这时阵，伊知影有神，有上帝，但是伊的心肝内底拢是想讲，主，你敢无看到我？你毋知我的宽阔吗？你毋知我的权力吗？你敢拢毋知影？有时阵咱会对着即个心情嘛。今年一定你会拄着真侪代志，你无了解的代志。但是咱爱有即个心，讲主，无论什么时阵，你拢甲我会做伙。所以咱要活出即个无共款第一项，咱爱对信心来进入。咱爱有即个相信上帝随时拢在，所以人的感觉是安尼啦。讲有时候咱甲上帝你讲话，敢若伊敢若无伫的无听，咱感觉伊无伫的。有当时上帝你哪会安静？是毋是你着无伫阮的当中？兄弟姊妹，每一个咱一日，咱拢用信心讲主啊，若两三个人奉你的名一日，你着伫阮的当中。咱有即个信心，咱就知影讲，咱今仔日遮一日，咱是真正有福气的啦。咱是有福气的人，因为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讲准时要来教会，甲兄弟姊妹主伫遮招咱做伙，共同集集伫遮敬拜、唱诗歌、听上帝话，毋是每一个人拢会伫做的。坦白讲，咱今仔日伫遮，虽然你看袂到上帝，你讲那有时阵我无来教会，但是即马因为科技的进步，咱伫厝的，我相信咱有遮即个摄影，嘛是望兄弟姊妹，你厝的你使拍开，甲兄弟姊妹做伙，因为上帝无所不在，咱用信心来领受，所以有时阵，你甲上帝的祈祷，你感觉上帝拢无听你祈祷，敢若拢无实行，是毋是甲我拒绝？是毋是我讲的代志你无介意？坦白讲，咱知影有上帝，但是咱倚靠伊的心有当初会软弱，确实会软弱所以。今仔日经文上帝话确实对咱讲，伊去邀请咱，讲你敢毋知影？你安尼讲，你安尼想，但是你敢毋知影我？你敢毋捌听过我？听过我是永远拢伫的上帝，我是创造万物的上帝，我是袂亚神的我的智慧是恁无法度所想的我的道路是超过你的道路，恁敢知？兄弟姊妹，这是上帝每一届拢伫邀请咱，因为咱的心情伊知，所以你新的一年，咱互相来勉励，无论什么环境，咱求上帝，互咱讲主啊，这个时阵我知影，你拢听到我咧所讲的，你拢看会到。虽然我还无完全了解你要继续安怎做，不过我相信你会陪伴我，我相信你会伫我的生活当中继续引导我，互我会当。有一日会当完全明白你伫我身躯要做的代志。约瑟知嘛吼？这故事众人嘛知。兄弟姊妹，约瑟拄出世的时阵，踮咧伊的厝内底，是毋是真受老爸的欢迎？佮做一件足水的衫互穿，有无？有啦吼。结果咧，伊的兄弟姊妹对伊有满意无？无啦，无满意。哇，伊嘛做梦哇，我将来大汉哇！兄弟姊妹也好，甚至伊的老爸拢爱甲跪拜。哇，这真系安尼讲，
咱你老爸雅各嘛感觉讲，安尼来讲啊，是毋是这是真上帝予伊真大的祝福？事实啊，但是伊的成长过程咧，伊的兄弟甲出卖啊，兄弟甲出卖哦，出卖无代志哦，出卖去甲埃及的时做奴仆啊，嘛足重心的，敢毋是？迄厝的迄个主管嘛，对伊足好，结果主管的牵手甲污蔑嘛，甲陷害落监狱嘛，落监狱嘛，啊落监狱了咧，对你监狱伊嘛足认真做的呢，结果嘛帮助别人呢，结果别人嘛甲袂记，别人嘛甲袂记的。兄弟姊妹，咱有时阵咧对上帝咧行吼，对咱听咱的主咧行，有当时你拢会拄到这啦。上帝，我著足真心服侍啊！上帝，我著足真心对你，是安怎？为什么环境敢若无为我效力？无为我效力，这就是上帝互咱会当了解，讲啥物？上帝即当阵甲咱创立内底，是要建造咱，是要建造咱。咱阁想一个人，咱拄仔过圣诞节嘛，请问主耶稣，大家拢是讲主耶稣出世啊，大家知影生伫马槽内底，一个神，一个宇宙万面的主宰，既然出世伫马槽，你敢想会到？出世平安，但是就开始走路。细汉时嘛无啥记载啥物，12岁敢若记载去圣殿。啊，了就无啊，一直到33岁、30岁左右出来，甲淡薄仔有即个人看讲感觉足水足赞的哇！但是真无偌久，3年了后，就掉入十字架啊，就掉入十字架啊！你要了解啊，上帝真侪时阵，互咱伫即个创立伊内底，有时阵是要建造咱，是要建造咱。所以，咱看到约瑟的时阵，伊嘛是真侪年了做宰相，了后伊才讲即句话嘛。伊讲较早即个真侪代志，可能伊嘛无了解，但是尾啊，伊才讲吼，其实对人来讲看起来拢无好，但是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我相信，无论你过去如何，上帝甲咱讲，咱就袂记的背后。向前来跑走，因为上帝呼召咱是要互咱得生命、得来丰盛，是为着要享受互咱的福气。所以咱来对着目标来走，虽然这个目标到底是啥物，坦白讲，咱无一定拢完全知。咱虽然知影淡薄仔，但是佫无一定拢知。所以你即时阵有时阵，你的生活当中，你会倒落真侪代志，你无了解的代志啊。所以为什么牧师要甲大家互相鼓励？我嘛是共款啊。咱的年会愈来愈侪，咱挖主的机会，挖主的这个会愈来愈活的时阵，每一年，咱更加爱有信心。讲主啊，今年无论拄到什么代志，我相信你要带我，因带我，你新的一年内底，我会当经验你更加大哩，我生命当中开阔我的眼界。互我的生命，搁再一概去得到无共款上帝的我，互我的即个生活当中的无共款。你知影啥物是无共款无？你甲隔壁讲，无共款就是无共款，听有无？你甲隔壁讲，无共款就是无共款啊。有当时啥物无共款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但是咱毋是拢知，你知毋知？但是上帝知。咱爱相信咱的主，因为听咱。呼召咱伫新的一年内底，我对着讲，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进入2026年的。咱今仔日进入是上帝的恩典的，上帝的恩典要带咱新的一年，毋是要互咱继续去怨叹，毋是要继续互咱感觉过去安怎，上帝要互咱有一个新的、更较明白的一年。所以这一年一定是上帝要赐予咱真水的一年，所以咱要有愿望。咱伫主的听内底，咱有愿望，所以无论今年发生什么代志，你爱知影上帝拢要赐福咱，这是伊的心意，这是伊的旨意。所以约瑟嘛同款，伫遐一年当中，尾啊，伊终有发现上帝的赐福超过伊所思所想。主耶稣嘛同款，伊尾啊十字架对四国活起来升天，遐个温度咧。无侪人哦，遐个温度开始
所做的比当初主耶稣所做的较大，因为主耶稣当初所做是以色列尔嘛，对无？伊尾也照这门徒，搁较侪人刷出去嘛。所以咱来了解新的一年，上帝无论咱过去如何，上帝既然带咱对2025年进入2026年，其实是要搁再一届祝福，互咱去了解伊伫咱身躯顶悬所做的美意。总之，即个代志你家己爱了解，爱来领，是毋是牧师甲你讲？因为每一个人拢无共，但是咱爱知影，咱新的一年内底，上帝定义要祝福咱。所以咱要活了讲啊，真有即个福气也好，啊，真有即个精神也好，毋是讲咱代志顺遂呢，是因为咱真侪个无明白的当中，咱知影讲主你一定袂，你是信实的，你是信实的，哦，你一直拢伫的，只是我即摆还未看到结果尔。你拄着好的代志，当然你真欢喜，但是你若拄着一寡代志还未顺遂，你毋好惊。讲主啊，感谢主，你真难你做，只是我还未看到结果呢。啊，你姊妹，你开车吼，咱开车顶悬拢有一个 GPS 有哦。有当时你开讲奇怪，啊，那走毋着咯，有啊无？我请问你，啊，迄当阵呢，你会可能迷路嘛？吼，你讲啊，那奇怪，那变安尼？但是迄个 GPS 你创啥物？定心定位要甲你扭倒转来有啊无？有无？这是你生活的代志嘛。咱的主原来共款。你莫行讲啊奇怪，咱行到即个时阵，咱来行安尼茫茫渺渺，咱甲行毋着去，免烦恼。上帝一定会甲你引带转来，除非你无相信伊，除非你无爱交托互伊，啊，这就另外意思啊，对毋对？除非你无爱交托，上帝一直拢伫个，伊是信实的上帝，伊是信实的。所以咱若拄着任何代志，毋好袂记。咱会使宣告，讲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佮互我下当抬头的迄个上帝。安尼咱抬头起来，就头袂压嘛。咱自然有精神嘛。一个人若行路压，你就知影即个无元气。你若行路吼，咱讲抬头挺胸来看，哇！你啊看足有精神的。你无共呢？你拄到代志，你哪有法度遮？因为主甲我同在，我知影。上帝是我的帮助，是我的盾牌，是互我的荣耀，我会当抬头继续行。兄弟姊妹，新的一年，我毋知影拄到啥物代志，但是上帝这是伊的应允，咱来领取，咱彼此有这个信心，讲主，我相信新的一年，我要搁较经验你的祝福，伫我的身躯顶悬。所以这时阵，咱嘛是会软弱，所以主耶稣上帝你讲。即个会亚善的吼，会亚善的吼，伊要使溃烂，伊要使溃烂。软弱的，伊会加添你力量。所以咱有当袂落见着上帝甲咱带出来。恁咧做代志的时候，有当时足善的，足无溃烂的。但是即时阵袂要紧，咱甲世间的人无共。世间的人会叫你创啥，你知影？世间的人讲，继续甲硬凹下去啦。你爱靠家己啦，甲硬劲落去啦，咱袂使输啦，拢靠你家己。但是咱主的内底，咱免安尼，咱要无需要。咱的属灵的生命是，咱会当显明。主耶稣已经上帝甲咱讲嘛，你有软弱的时阵啊，你有时阵做事服侍，也是你做外口食头路，也是你生活当中，你会感觉真亚善，身躯你可能有身躯无爽快，你会真亚善。但是上帝讲，伊知影，伊会加添你溃烂，伊会加添你溃烂。所以咱旧约内底有一个以利亚，你知无？以利亚即知吼，伊当初伫这加密的山顶，是毋是真丰盛的拍赢即个外邦的即个外邦的先知啦吼，拍赢这巴黎足侪人400几个，足够的。但是迄个风药甲讲，你较注意好，你较熬，你较放心，无要紧。我明仔载就甲你抬头。即个以利亚就开始走啊，走到我要死啊！我要创啊！有当时咱咧服侍主嘛是的，你当服侍足欢喜的。你咧做时阵有当足有成就的。拢足欢喜，但是有时阵若无人的时阵，你会感觉孤单无？无人甲你拍扑的时阵，你会感觉讲，我会当继续。
无为人甲我拍拍，无人肯定，也无成就感，我拢袂要紧，我会当继续按照我的步数，按照上帝予我的引带，我一步一步继续行。我健康的时阵真欢喜，但是我若破病的时候，我无爽快的时候，我是毋是共款会当讲主？我相信即时阵你犹原看顾我，你犹原看顾我。我所仰望的、所要仰望的是迄个主。迄当主会对咱讲，我相信伊对以利亚嘛是对咱共款。迄当阵上帝甲引带，伊拢无甲责备哦。伊嘛讲你若无你相信我，伊拢无讲。伊无讲，伊叫伊休困。你休困，你食饭，你来听我甲你讲，你听我甲你讲。兄弟姊妹，咱有需要，咱的手机啊，无电的时阵，你是换 program 吗？无电你换 program 吗？换 app 吗？爱去创啊，无电爱去倒哪？充电啊，共款啊。你一年当中，你若拄着较软弱的，无开来会记爱充电啊。充电是来主的内面啊，因为主是咱快乐的源头啊，所以求主帮咱咱拄到真侪代志，咱摸袂记主，甲咱同在，咱爱来接这个电源啊，毋是去外口阁继续找一寡外口的外面来做你无法度，咱爱找到主互咱快乐的电源，咱甲接起来，咱的主对咱足好，伊对以利亚共款啦，不要紧休困。放诶，放下，放诶。有时阵咱拢会硬要惊啦，讲我硬惊一寡，惊着不要紧啊，免安心甲藏诶。在主诶内面，主会甲咱笑笑，主会讲休困，食物件，来听我甲你讲，会甲咱补充咱诶体力，补充咱诶气力，互咱搁再一届会当重新得到这个气力。所以咱若是忝。上帝毋是讲你搁较拼咧，搁较紧落去无啦。上帝讲休困、安静。所以坦白讲，我相信世界人嘛，就是讲，你若食会落，困会去的人是幸福的人。你无论怎样，你若食会落、困会去，你就知影你最幸福的，因为你会当重新得力。所以有真侪人心肝定定，一直困袂去，你甲主求讲主啊。我心肝头也好，也是我身躯有可能真侪，互我失眠，互我困袂好势，也是我心有真侪的烦恼。求主帮助我，主啊，我要安息伫你内底，因为你是神，我会当伫你内底，我会当休困，我会当重新得到快乐。我相信咱也会当安尼去经验上帝。我相信你这一年会更较无共款，会甲旧年无共款。求主帮助咱，所以新的一年。咱嘛是共款。你若拄着你无气力，也是软弱时，毋好袂记。咱的上主是咱的力量，伊是咱的盾牌。我的心若倚靠伊，我就会当重新得到气力，继续跑走。这一年，上帝要去带我，虽然有真侪代志还未成就，毋过我知影有美好的代志，你我头前准备我去领取。这是上帝要予咱的旨意，这是上帝要予咱的祝福。所以新的一年，你若有软弱的时阵，你若有有迄个疲倦的时阵，你毋好袂记，毋是去做啥物，安静来甲主的面头前，甲咱即个电源插甲主的小角咧，你就知影讲，我会当活出更加有气力，因为咱的心肝有气力，咱自然有气力继续面对事情。咱要面对代志，所以上主伫遐咧讲，那听候耶和华的，一定会当重新得到气力，伊会当像鹰鸟共款展翅来飞，伊你跑走嘛袂亚身，你行走嘛袂昏倒，嘛袂昏倒。意思讲，这什么意思？咱有时阵爱有休困，有时阵真侪人毋捌休困，袂晓休困。真侪人袂晓休困，有人就讲牧师我休困真侪，你来烦恼，你休困坐你都无咧做工，牧师嘛会讲你，我逐工无代志做，我就咧歹势。咱咧咧休困的当中是甲上帝结连，毋是讲我无代志做，上帝一定有你代志做。你讲我身体无，我就哪代志做？有，你照着你的祈祷，照着你甲上帝的沟通，你原来有代志，会当甲上帝来经验甲伊的互动。
痛惊就是你胡思乱想，毋知影上帝疼咱，毋知影上帝伫咱倒的时阵困也好，起来的时阵，上帝拢一直甲咱照顾，咱敢若烦恼，敢若惊吓。所以有真侪拢我新的代志我袂晓，我相信上帝引带你去找代志做，一定有诶。无论你是你做事，还是你厝诶，还是你教会，你一定有法度找到上帝要带你去做诶代志。因为你倒咧面前都无法度，迄个另外讲。但是迄个时阵，我也相信上帝要保守你，要看顾你。因为啥物？因为我著拄着一个，旧年拄着一个出车诶，医生宣布讲得无日啊，无已经人拢昏去啊，拢毋知影。结果你大陆，结果阮大陆诶兄弟姊妹讲，牧师啊，即个是某某人诶囝儿啊，因为出车还袂信主，出车诶即马昏迷。医生讲这去了，这变植物人迄个脑筋的指数足低。伊讲我这大概无救啊，无救要怎？阮就大家做阵甲上帝祈祷。迄医生就惊一个，差不多3礼拜了恢复，会当起来行。虽然恢复，但是也无法完全啊，起来行。即摆会上即个即个咱讲的即个 Zoom 甲阮做阵咧聚会。虽然伊还袂信主，但是伊拢会讲阿免啦，反应较慢尔，继续甲祈祷。所以有时阵咱的生活当中，咱有时阵咱需要安静休困，休困。所以我对我讲这首，有当你毋知影，尾我嘛是等鱼缸边甲讲伊虽然有迄个咱即摆的科技嘛摕即个伊摕手机伊妈妈摕手机我来甲讲伊当阿无，咱鱼缸甲讲小杨你一定听会到，上帝要赐予你，你家己的心跟甲主讲主啊，我要醒起来，主我要经验你。伊起来的时阵伊家己讲真正上帝对伊讲的。所以咱倒伫面前，真正就无法度去经验上帝的稳定嘛，有法度。所以咱身躯无好，咱为咱家己祈祷，咱嘛会得想着一寡人，甲咱共款，嘛有时阵会软弱，咱做阵祈祷。甲兄弟教会共款，兄弟姊妹，大家做阵祈祷来经验上帝。伫咱无论顺时也好，无顺时咱拢会当经验上帝伫咱的身躯当中，要显明伊的奇妙的作为，互咱去经验伊要所做超过咱所受的稳定。这拢是事实的代志，所以有时阵咱嘛爱会记的，你若足拍拼足，有时阵你爱记的，爱休困啦。所以为啥物牧师嘛是共款啦？牧师嘛是讲有安休日啦。对吧？嘛安休日，你看牧师逐工，其实我安休日就随时。有个人讲一定爱规工，每一个人无共。但是你有注意一样代志无？你旧约当中写一个人叫做以诺啦，以诺你知你甲读以诺的时阵你创世纪的时阵，兄弟姊妹，以诺你世间有做啥物代志有写伊做啥物代志敢若写讲与神同行，甲主同行尔，敢毋是安尼？啥物意思？甲主同行？兄弟姊妹，咱要甲主同行，做要甲咱同行，伫咱的生活当中毋是你做啥物代志毋是你做啥物代志，同重要是你要甲主同行。你要哪甲主同行？你著逐工真简单，甲伊说个 hello 啊！你有逐工甲伊说 hello 无？还是有需要咱倒来面头前讲主我回来了 ，hello， 我即马无电，我要来充电，谢谢。还是逐工讲主啊 ，hello， 你今仔陪我行？我逐工起来。亲近上帝，我嘛相信这个时间袂介长10分钟、20分钟，你都会当做你就当交托其他代志你去做你的对毋对？所以伊落记载是讲，伊逐工甲主来同行时，这个人无共。所以咱需要主，咱需要每一日找时间安静伫主的面头前。有时阵，敢若我即马嘛知影真侪人开这个 Tesla 的车嘛，对吧？爱充电嘛，你随时甲充一个。随时啦，你讲有时我会袂记，袂要紧啦。食饭会记的无？食饭大家拢会记你一工食几顿？有个人讲我即摆食较少，一工食一顿，袂要紧，食一顿嘛袂要紧有诶食2顿，有诶食3顿，有诶食4顿，管你食几顿。你若每一顿要食饭时，爱记讲主，我要食饭，感谢主来祈祷像咱等下若做完会了，我知影每一摆做完会了，下骹有点心咱嘛来祈祷所以咱甲主诶交往，毋是讲我安怎。咱的主敢若咱朋友因为讲敢若咱朋友共款所以有时阵咱有即个安静的心每一工你找时间
甲主交通一寡，就敢若迄个充电共款充一寡。逐工若充，你每一工出去，你会当互你的精神一定更较好，一定会更较好。所以咱要活了有即个上帝即个气质也好，阳光也好，咱有需要有时阵爱往听候。所以你有拄着代志，爱袂成就，莫急啦，免急啦，继续祈祷，继续仰望，咱会当看到上帝来引带，看到上帝来引带。所以听候毋是讲啥物代志拢毋做，毋是，你继续做你的。听候毋是讲代志拢毋做，毋是，你继续做你的。有那些安静，有时继续做你生活该做的代志，甲咱的生命重新甲上帝来结的。意思就讲，咱要倒来充电的意思啦。你有这时阵充电充几工嘛有可能，有时充一下你就去做嘛有可能，同款意思。所以我对他讲，迄个以诺的意思就是讲，伊逐工甲上帝做伙，意思讲伊逐工拢甲上帝有连接嘛。所以新的一年，鼓励兄弟姊妹，无论你拄着啥物代志，毋好袂记。透早好，暗时也好，食饭也好，你若有时间，电小充一寡，甲上帝讲话，也是拄着啥物代志，宣告讲上帝啊，你是我的帮助啊，你拢伫我哈利路亚。你若帮助我，无啥物挡我会调啦，你就继续行，宣告就好啊。宣告就好啊。所以咱嘛知影，即个马拉松即个希望遐同了解，这我免讲，伊无可能一开始就冲偌紧就拗出去啊！你咧，冲偌紧一定死大生。伊一定是又真有步骤，一步一步，又一步一步来调整。上帝互咱拢共款，咱有走神紧，小休困一下，走较慢，上帝讲较紧的，所以伊会甲咱调整咱的骹步，所以咱每一日甲上帝来相活，所以咱才会当明白上帝要哪引带咱，无咱定定会走毋着路啦。但是我对我讲走毋着路嘛免惊，咱甲上帝交往，上帝会敢若讲啦，你走毋着路，甲你讲转来一下，你走伤紧来。爱休困，无你会超出这个，所以咱一步一步来行新年的一年。这是真水的一年，要祝福，互咱每一个人，你上帝内底。所以咱嘛知影大卫嘛是同款意思。伊当初去拍败迄个歌利亚，哇！伊讲上帝甲伊做伙啊。其实伊嘛是真侪时阵咧等候上帝。伊当初要呼召做王的时阵，因老爸甲袂记的呢。尾啊，甲叫转来讲是做王，做王了，看机会袂歹，入去皇宫，甲即个扫罗弹琴，应该袂歹，煞了做竞赛拢足好嘛。其实这当中嘛真侪问题咧。扫罗要甲刣呢，嘛是逃走，你一直舞到尾啊，上帝恩典，上帝的即个旨意显明。所以上帝选咱，拣选咱，伊有对咱的即个造就的方式，咱爱家己放互伊。咱虽然咱真侪毋知影，毋过咱爱相信伊，咱一步一步来认捌伊，交托互伊，伊会照伊丰盛的旨意，一步一步甲咱建造，咱一步一步搁较认识。所以每一年咱有机会，咱有机会去经验，咱看袂到即个上帝的疼恩典，伫咱的身躯有安尼啊大。所以这是真好的一年，但是牧师要甲你讲，真好的一年，毋是你外口，是你的内心。是咱的心，所以上帝也讲，咱的内心比外口较大，咱常常袂记，兄弟姊妹，当初的人会袂记的，咱今仔咱做上帝的儿女，咱嘛是会袂记的。所以咱来了解上帝，今年拢甲咱提醒，讲毋好袂记的，毋好袂记的。你虽然会拄着真侪困难，毋好袂记的，我一直拢伫的。你若无开来，毋好袂记的，转来我遮，我会甲你斗电，你充电，充电的时阵了。该听候，该休困，该食物件，伊拢会甲你安排好。所以咱对后尾你才讲三项啊。无论是咱熟练的也好，还是你服侍的当中也好，还是你日常的当中也好，上帝甲咱讲，咱会当像鹰鸟飞起来。你灵的所在，咱愈飞愈高，因为你内心明白上帝这个代志，咱会愈捌愈高。你在服侍的时阵，咱的气力确实会无够，时上帝讲，我会加添你力量。你的日常生活，你的平常，像我免惊。你做你行，免惊昏倒，上帝会甲你保守。兄弟姊妹，有遮尔疼咱的上帝，咱无去领处，咱是毋真可惜？你新的一年呢，所以求主帮助咱，上帝应允了咱，毋是讲咱灵命偌好，毋是，上帝知影咱无完全，咱免完全，但是咱有这个倚靠的心，咱愿意接受上帝予咱的赐福，咱愿意甲家己交你。
主的手内底，无关系日常也好，还是你食头路，还是你服侍，还是你属灵的当中，我相信上帝甲咱讲啥物？伊要互咱生命得到更加丰盛，咱自然会一年比一年较好。所以无论旧年安怎，新的一年，咱伫主的内底，这是主要甲咱鼓励互咱，而且要祝福互咱。咱爱家己来领取，敢若讲咱的心，敢若一片田共款。上帝要祝福咱，咱要哪回应？你这笔图好，你的回应最少牵涉到啥物？你是30倍，你是60倍，还是100倍？这是你的福气，你爱家己去领取。牧师嘛共款，每一个人拢共款。上帝毋是讲每一个人拢100分，是上帝目的是要大家拢100分。但是你的回应，有可能得到30分，有可能得到60分，有可能得到100分。每一个人无同，是你的反应安怎做，这是你的手头。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要祝福互咱，这是一开始就是安尼。一开始上帝意思就是安尼。所以2026年后时阵，咱常常求主保守咱的心，会当专心来倚靠咱的主。咱若专心倚靠，伊会带咱行头前的路，带咱行前的路。咱若知咱的愿望、咱的丰盛对遐来，一定会当实现。这是咱的新的一年。你们阿们吗？有福气无？有福气无？有福气爱大声发出，我是有福气的。你甲隔壁讲，你真有福气。好无好？新的一年，咱会当坐伫遮，咱是真正有福气的人。咱真正有福气，所以咱新的一年，咱有真大对上帝来福气的愿望，有愿望。所以互相勉励，每一天生日虽然我无完全，不要紧，上帝是我的帮山。我借着祈祷，我上帝会当加添我开力。我逐天也甲上帝来交流，10分钟、20分钟，读圣经也好，唱诗歌也好。像我有时阵拢会发给这个苏梅丢咯。我逐天嘛发给他，Hello，Good morning，Hello， 今仔日上帝讲啥物 ？Hello， 我最近嘛做一寡书面丢了，拢有接到啦哈。我都做差不多1分钟的录音，我嘛是借着这甲上帝来交流，嘛借着这甲兄弟姊妹讲，唔好袂记呢。上帝今年拢要带咱更较水，咱逐天爱甲伊交恶一寡，时间无管长短。无管长短，总是逐天甲上帝来互相交流。我相信你的心会无共，你今年一定会无共，一定会无共。你若真正忝，你就安静休困。讲主啊，我就忝，我今仔来你当中休困，求你帮助我。这是真好的代志，咱有真有安稳啦，真有安稳。所以兄弟姊妹，咱2026年愿望每一个兄弟咱拢会当活了讲有真有这个满面春风啦，真有精神啦毋是讲咱袂忝呢，毋是讲咱袂亚身呢，毋是讲咱袂软弱呢，嘛毋是讲咱安怎？其实咱来了解一个代志，就是上帝要祝福咱，这是祝福的源头。咱会当了解讲上帝今年要祝福我会当活出来，就是意思讲我甲上帝会当行，你自然会当活出亲像上帝阳光伫你的身躯。你们阿们吗？咱下头祈祷。现在主耶稣，阮感谢你，这是新的一年。当兄弟姊妹伫遮听到你的话，也要来仰望你的恩典。求主，这新的一年，你大大祝福伫阮的当中。每当兄弟姊妹若拄着一寡无了解，也是有软弱时阵，伊的呼求主啊，愿你的手帮助伊。你用少年来引导他们。你用你的恩典开来加添互因，互伊知影每时每一刻，上帝你拢看顾阮，因为主你听阮，你的听永远袂离开，你的听伫阮每一个环境的当中，互阮会当好好活出上帝的阳光来见证你的性命，互人看到我来称作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主该兄弟姊妹，这新的一年拢交在主你的手头，愿主祝福，愿主听阮的祈祷，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们。